過年翻唔翻去鄉下，只要各位朋友有需要，我都可以做到全年無憂。Hello， 大家好，阿豪而家響順德嘅陳村花卉世界睇到現場咁人山人海嘅呢個場面啊，可以感受得到廣東過年嘅熱鬧氣氛瞬間咁樣被拉滿喺度分享一下我新年嘅工作計劃啦。好多朋友問阿豪過年翻唔翻去鄉下，我本身就係一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啦。雖然我今日過咗嚟隔離順德，中山就係我嘅家鄉，所以咧每到春節，我嘅線上買房諮詢同埋線下嘅帶看睇樓嘅服務都係唔會停嘅。只要各位朋友有需要，我都可以做到全年無憂。我知道好多香港嚟中山養老或者喺深圳打拼，想要響中山通勤買房嘅朋友，同埋新嘅一年響中山買一個學區房嘅朋友，平時工作比較忙，都係想趁住春節假期響中山圓一個安家夢。所以我絕對唔會因為放假錯過幫大家去揾一個薪水靚盤嘅。大家有需要嘅嚟揾我不論係你想要馬鞍道嘅最新嘅特價優惠情況，定係想要向我哋中山城區改善置業，又或者為2026、2027嘅學區學位打算，隨時都可以約我我會根據你嘅具體買房需求，幫你精準匹配。買年花揀靚房，祝大家新嘅一年順順利利，馬年財運旺，馬上換大房。嗱，出嚟行花街咧，記得好似我咁樣拉部車仔出嚟唔係等陣喺現場睇到咁多靚嘢，都唔知等陣點樣拉翻去